律政司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入稟高等法院，對太子集團、陳志等等嘅42個人同埋公司申請限制令。我哋發現高等法院已經喺今年嘅5月4號批出咗限制令，並且成為公開嘅註冊資料，合共凍結89億3800萬港元嘅資產。咁其中太子集團創辦人陳志同埋佢嘅關聯公司被凍結63億6200萬港元資產，其中包括折合22億1200萬港元嘅港幣、外幣、虛擬貨幣存款，折合1億5000萬港元嘅股票，包括佢作為大股東嘅智浩達、坤集團股票、金巴利道68號全棟，律政司估值30億港元，山頂 Mount Nicholson 1號屋估值10億港元。咁值得一提嘅係，原來陳志有香港身份證，被指係幕後大佬嘅胡小偉被凍結4億100萬港元資產，包括3億1000萬嘅存款、7300萬嘅股票，同埋佢擁有嘅奧運站柏景灣單位，估值1500萬。協助陳志管理財富嘅周雲被凍結20億200萬港元資產，包括17億5900萬嘅存款、2億4400萬嘅股票。太子集團財務總監李添被凍結1億7200萬港元資產，包括8800萬嘅港元存款、8400萬嘅股票，主要係佢擔任大股東嘅 FSM Holdings 股票。除咗物業之外，上述嘅資產分散喺165個銀行同埋證券戶口。根據限制令，陳志、胡小偉等人同埋公司禁止處理命令中列出嘅香港或者香港以外資產。